今年上半年，我们知道国内有很多民生活动或者是运动赛事，受到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影响蛮大的。那么教育部体育署这边特别推出的振兴计划之一呢，就是推出这样的动资券。那我们相信有很多的民众已经借由上网登记，在7月20号到26号完成登记咯，人数非常的多，非常的踊跃。那教育部体育署推出这样的动资券，当然非常重要。我们很希望鼓励民众一起出来运动，甚至一起出来看比赛，那么可以添购装备。所以这是动资券推出的最主要目的，也希望在这边跟大家说明。吕少全，嘿，好，我们让镜头稍微拍一下确认，律师多少？是01，哇，第一棒投出了01，谢谢。最后一次机会，哦，来我们镜头拍一下，好，律师也看到了，是06。好，我们让镜头稍微拍一下，这个号码是多少？好，我们跟这个都确认过了，律师也确认，许律师确认，我也仔细看确认，看到了04的数字，冠宏麻烦了。好，是06，我们摄影机都有拍到后，所有的观众朋友都有看到了，最后一个数字产生是06。但是第一个问题你会问，我该怎么知道我中签了呢？第一个，我们会在明天，也就是7月29号上午10点之前完成通知，会主动通知你，也就是你当初在登记的时候留下的行动电话号码，我们会用简讯告诉你你中签了，这是第一个方法。好，如果到明天早上10点你都还没有收到，可以怎么做呢？也欢迎你上动资网来查询。明天早上10点，7月29号10点就可以上动资网来查询你是否有中签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大家会问说，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用动资券呢？提醒大家，动资券是用 QR code 的方式来使用，会从8月1号的上午10点，一直到年底，也就是12月31号，这5个月的时间都可以使用，所以不用心急，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来使用。那接下来大家就问说，那我要怎么领取这个 QR code 呢？很重要哦，也请大家听好喽。因为呢，我们的中签者有400万位，人非常的多，大家真的不用急。那如果你必须要在7月30或7月31号赶快抢先领取，你有特殊赶快用途的话呢，提醒您，我们在这2天，7月30号礼拜4跟7月31号礼拜5这2天，我们是用身份证末码分流的方式来领取的哦。所以仔细听好，如果您的身份证字号末码是单数，也就是13579，请你在7月31号礼拜5的时候领取。如果你的身份证末码是双数，就是02468的朋友，请在7月30号的时候来进行领取。这是我们头2天，30号跟31号，也就是礼拜4跟礼拜5会这样子分流领取的这个状况，要特别请大家留意一下。好，很简单，你可以记末码是双号的人，就在礼拜4来领。好，你的身份证末码是单号，就在礼拜5来领。好，这是我们在头2天特别希望大家可以配合的。那接下来从8月1号开始，你要领取的话，都不用担心了，全部都可以领取。但是真的不用急，你只要想要在消费的时候，想要使用的前2天去领取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有长达这么久的时间，5个月的时间都可以领取，所以大家千万不用急，不用急在前几天就赶快要抢哦。这个是跟大家要做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